家己。相东相西，伊个是受想行识，个妄心。即使就想足生，当有想有生，即使不生不听足生生命。你要認識到家己本來就在識做本性，明到個家己個性所以咱這個明心見性就是不容易。咱話所以就慚愧咱話唔認識咱家己所以始終你教人認識咱家己，不受想不受惡，善惡都唔受量，自然你就不清淨心體。如果將人本來嘅面目清淨心體，是究竟不生不滅，所以淡然常熟。呢個時候妙應行沙，所以觀世音菩薩做你有妙應安尼大了，我做你無有，咱袂正，咱學到有這個觀世音菩薩也是病樣。這只是在觀世音菩薩嗰裡人起證妙應。但是你靠係在觀世音菩薩度應當修行做嚟修就楞嚴經下來，我有講過觀世音菩薩嘅兒童章下來了達。觀世音菩薩也是初初嘅人做成凡夫修了5條福就該修然後一路直生就修起來，所以達到關嘅時候呢，就大應行沙就以正的將下直接做好微妙嘅是個覺性，就下隻裝成本果嘅，所以直接心性，所以就大應無強，唔是直使就變咗做成。所以普門品就是講觀世音菩薩已經成觀了，到你人了。那即係呢，你到考讀書嘅時候，你無人知整到做大衛生。整到做大人咩？哇！冇人做就大。當時做你讀，做你有口講，唔係就人都應該考嘅，應該講嘅嘛。做你經歷伊就你人就係知，唔係就人都就做成，你只是台整到做大會成到攤類做大人咩？但是種從細人咩做咪食考，這個是有嘅，就應該修行也是做成嘛。識叫冇你歸去是個人病樣。讓我慢慢修起來，咱整聽經文法也是一個因緣，都是過去有相共，所以今日你到聽到這種道理。更望指甲，黑將大我，來是歸國，表造數個，所以話我島這個。來經觀，因為我島是死去，所以蒙六祖大師嘅指示，因為過去有這個因緣，就我到六祖大師，所以黑將大我就福人講找到家己識的本性識的家己嘅心，所以就來個六祖大師來拜，回去驚聲，就因六祖大師正開始，表造喏，個是表造個本質個武則天皇后，嗰這個中東皇帝在祖師做了開始。今年9月3日，朝將如數話，數是老職為點燒豆。各做學生，數日正命托職皮上揚大乘團做福心，談不知法，是講團數至少如來在講，點即相無強，屬正相更，特殊出世。當我相生甘何所應，頂大不無異，並行無納嘅世及水正薄，剔小酒稱晒，少食之物，數數故為國應之人。呢個時候國王到這個
听了就欢喜，听是个发耀，听了听书个开始得到利益。就是一年9月3日就有诏，这就国王发落来，伊个做啦，伊个批啦，就政府批啦，就有诏将如书往就是奖励如书就是章堂啦。那书六祖大师死，那是老啦，就身體有病啦，所以皇帝呢都是個來個皇帝點修道就皇帝組成，這是國家嘅福撐，國家嘅福報。因為唐朝國家形成，是個佛法做形成。而那書俄羅斯入正名就冇các古書，就冇các經，就冇các古書還叫做正名。就冇các古書當時的思想有病，所以釋迦牟尼派文殊師利菩薩鳥5百是阿羅漢個冇病所以托積就托有病這個多隻皮就是伊就冇các古書徛起來定。所以呢，文殊師利菩薩伊多隻問稱你做你有病，那眾生病故是故我病，所以我人哋談隻大乘佛法上人大乘團主，而家長仔應字咁咪嚟讚歎六祖大師，那六祖大師是上人大乘團主福心福嘅心應，談不治法門是嘅福生。是這眾生本故是不治法門，是無一樣可以時間無一樣可以力腳來比嘅。現在人有咪唔曉，所以你勉強用這種種嘅名來形容不能在，當一路隔嘅時候，名也不了不可得。所以時間就傳授只修如來嘅在講，如來在講，然後促使是為開示眾生，我就好做在講。福仔就是直心本古嘅三地，直徹地、道正地、直徹正地。講就是五眼圓明，人都有嘅。點即想有強，即係那是話過去所值嘅相根今日屬是過去所值有正咗相根，所以今日第我了祖師六祖大師出世，所以同我相生，聽了也是都覺我，所以感謝受應就感激受開始六祖大師開始嘅應得，所以頂底無影就是那以用頭來頂來，就是地道頭時都地道頭之後就呢時都恭敬，見得多善依法修行，所以並國王嘅皇上皇供養祖師就只納嘅社，之後就是個嘅社啦，只無納嘅社就是這個上衣啦、大衣啦，貼一個鉢，最正鉢，所以這並剔令這個小小隻小光嘅稱勢，修飾咗語言嘅修會好定講，書古。只要是祖師古早徛起嘅點叫做國應字這個胡阿兵就是港灣胡阿兵多呢。現在講到對集兵這個胡作兵形容兵就是蘇紅就。對兵是形容兵，講祖師嘅歷史求法的祖多在六祖所說嘅經過，都上面講過。然後從白井兵至到整嘅胡阿兵，就是叫正常。現在胡作兵在集兵就流通現在胡作就是那六祖大師直起嘅輝煌正一別話愛入滅眾生嘅祖師有往，已經是輝煌了。祖師已經只有大法傳落來，那有相關嘅人個就可以得呀已經嘅釋迦牟尼病
工過做得了會去，所以一個廖開潮挑先生張湯伊那一個學者，伊就試到文章，一個大將軍就試到張長才有記得。鄉長大師問起個會上講嘅下關呢，伊就離過時間開工過做得，就六祖大師也是所以這個符叫做符作餅，符就是符托，作就作類，就是那將伊這個六祖大師一起嘅會往將嘅筆愛入密所以將自我自證嘅法門來符作伊嘅門人，細緻嘅佛法，小乘嘅會不作，屬福慧命，上龍三寶，利益眾生，所以之該是叫做符法餅。將直生所覺我這個佛法傳出去，所以這個大乘佛法都能當國形成，就是因為早養到這個白淨多咯，就當能當國有這個接受大乘嘅更新，作者菩提達摩就將這個佛法傳來能當國，傳到傳伊所證心意。未有傳對六祖道這個伊較薄就唔傳了，就是傳佛法，因為六祖大師的佛人是正確。所直日方含門人法牌、知聲、法德、善慧、知相、知通、知鐵、知道、法定、法如定、法。如定不當有人，我滅度後，各為直行數金，我今加了說法，不識本狀這個流通嘅符作餅分咗13等，隨之種符說法嘅綱要愛出個傳弘揚佛法說法，皆能說法，對治各事無戲弄法。對啥向事入密，向事就是伊愛入密了。對事就是說真假，動真機。對啥各事經命，對力傳法不傳意，對切成就福地。對背嚴密有硬，對教復祖傳統就來有講究伊六祖大徒從釋迦牟尼佛這個傳落來。對執事密隨俗，對執業。密拗隨上集子筆記成績，現在是種就是符說法嘅工狀，咁多攞對飄搖對治白事，現在是飄搖，意思就是那說法就要隨其意，無論會說的說，處處都模式復祖嘅傳統。傳這個傳心嘅本種叫做無跳過，無有離開佛法出歪出事嘅本歪，愛令眾生開始我就佛做在嘅，這個本種，所以有一日祖師哋喊伊嘅門人，這個法海啦、知聲廣東之處人有10人。那我滅度後，恁各人可以為直行嘅事，這就個教會。人在皆說法不識本狀不識本狀就是有兩個意義。對不識佛出世嘅本位，佛出世嘅本位是種呢，用種種嘅因緣，譬如硬事，都是愛令眾者開始我就佛做在嘅。譬如那。假如三歸五戒，甚至相信因果，假如說一句一句，都是使到正相更，假如角落一個做一個向往，將來慢慢引導入成佛。因為成佛唔是個有求生，是到本古嘅，本古一個佛性，有種種嘅方法。來引導都是目的，但係目的就係教導究竟成佛。所以都凡是接受佛法嘅，都是菩薩；凡佛所說法，都是佛法。對治就是不識本狀，就是
不是走事，达摩走事西来意，就是团结东家法门行团结東家使到東岸，本藏使到中岸，本古嘅識做本心。所以說故三魁法門東應36對，畜牧隻離羅邊說直接法目離諸成。這個是正是不識本藏嘅說法。所以說故三魁就是五陰18界12業自界就可以包括四足四間直接法。但是呢東有36對畜牧就離羅邊空無羅邊，無有呢執有無執空，所以直接法目離諸成，都是晒識做本心。忽有人問如法，出語經上該錯對法，佢來相應究竟哪法淨土經無苦錯。即使有人來問了求了說法，了呢出語就三將經屬這種呢經屬互用，現象互用，沒有偏。沒有細偏空，或者是對有執相，或者是成就愛所謂三將經屬，現象互用。該錯對法就錯這個法語，細意象都證明了意象離象，以空離空。所以來可相應究竟哪法淨土，就是這隨心諸成。經無苦錯。三魁法門者應該入也這個是白紙碰咗攞故三魁法門對只是36對法，然後故三魁法門三魁即三魁是咩嘅？陰五陰色小想行識，界就18界，18界就名相，就18界是咩嘅？六根對六丁，東港成六識，就18界。12處即係12業，就是六根六丁所以陰是五陰色小想行識是即係。業是12業，就是話六丁色聲香味觸法，來是六門即係六根門出去你個吸住觸是六丁，所以硬咗六門就來六門就硬咗偏執善意。界是18界，六根六門六識是18界就是六根六門即係六根。六根錯六丁，比如能硬同物件，直定就認識，這個時候冇界，這個是滅界，都就認識啦。成世界識定啦，硬識啦，硬咗聲音這個耳聽這聲音就分別，這個音聲下聽，所以就話修行嘅人就到這個。送下聽送耳，唔送都唔買多咗去真愛。如果多咗去真愛了，譬如人學羅話就下聽歡喜就愛啦。如果唔下聽就去真啦，呢個時候你就走入到這個，就學在智慧入粒走出嚟。所以識硬咗偏執性意來自嘅識聲香味觸法啦定。來就知食物件這個下隻就青隻白隻再貪啦。這個唔下隻，有人話買，有個話發脾氣咩啦，正所以到隻這個就來去，就自根這個來去煩惱啦，去真愛咗這真去真愛就成是經本
所以你若有修行，人食修行，食因為你無食就愛餓死，愛死，所以就要食好食，幫食飽就賣了，就好了，就無多食多照顧來起真愛。啊，就可以做你要食，安尼簡單，修行食較安尼簡單。食得下你也唔容易啊！啊，因為食何在多食就過來造業，何在多食就來起真愛。你想睇，條節根，越好食越香越甜，當隻吞落去就冇了嘛。三重節根就當隻三重節根愛造了真做嘅罪業，使路龍莊生死都這個，是條節根就要注意啊！條節根。到這方面就愛走是錯罪業，到單位方面三重節根啊，就愛良知學話挑撥離間，慧眼卡個造口業，萬個騙人，當無當出學，當到呢人相信到呢，後來呢誤了人，惡口罵人，使人聽到嘅心入去，後來直接聽就無食無所以這條節根就愛注意，條節根也是會造成罪業。所以條節根加上個意識啊，伊啊，迄個去落去迄個時候咧，就造業，就使人龍莊生死。所以修行都是都照過來修。照過落去啊，就說這個世界人類做你來。做你去就蒙燈就老闆會處，會做這講。